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到26节。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到26节。现着，请我来读。兄弟啊，我爱恁知，我所拄到的代志，拄拄是互福音较进步。递到我的挂铁链，伫基督来显明伫全营，甲其余的众人。搁递到伫主的兄弟大半对我的挂铁链来深信，伊发好胆无惊，来讲上帝的道理。当人伫传基督，有的是出伫怨妒冤家，有的是出伫好意思，这个是出伫仁爱，因为知我是为着辨明福音来设立的。遐个伫保扬基督是出伫激动，毋是实心。因的意思是爱互我伫铁链中另外加添艰苦。安尼就怎样？会是假，会是真？无论怎样，君主是传基督。我因为安尼就欢喜，也要欢喜。第19节，因为我知这个事对恁的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神的赏赐，要递到我得着救。照我所切切心目甲愿望的，就是我无一项事见效，凡事好胆。现今我也照平常安尼，或是对死，或是对活，基督要伫我的身躯得到荣光。因为论到活就是基督，死就是利益。即使活伫肉体，这是做我的工的果子，我也毋知要怎样拣。我伫两难的中间。真爱倒去，甲基督三角之地是不止较好，总是犹原带伫肉体，为着恁的缘故是搁较要紧。我已经亲信即个，就知我犹原之地，也甲恁众人三角之地，递到恁的信得到进步，搁欢喜。互恁伫基督耶稣伫夸口，为着我话若充满，随对我甲恁搁之地。以上。这是请老传道来讲道，伊咧讲的题目是“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基督”。兄弟姊妹平安，咱活伫遮，坐伫遮，实在是上帝恩典，因为上帝真做咱的救主，伊嘛真做咱生命的主，咱三甲来祈祷。阿爸，阮天父阿爸，阮感谢你，你的正囝儿围累伫遮。主，阮一心一意就是要来找求主你的心意，互阮一生行伫主你的道路中。主，阮要安尼讲，阮活的就是基督。主，虽然这中间阮有时会行偏，阮有时心内无助，阮有时无愿望，总是主，你是阮愿望的主。主，你是无变换，你一直教阮伫地主。搁开始主你赏赐互阮话语，搁互阮知影主你话语，明白了真理，阮会当因为安尼有勇气、有气力、有愿望。恳求主你来启示这话语，互阮听了明白，搁有勇气、有气力去行出来，成做这世代的祝福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伫这个世代，伫当礼拜拜五。黑色星期五13号，伫巴黎法国的所在有恐怖的攻击，造成129个人来受难，400个人来受伤。巴黎感觉真恐怖，日夜拢无平安，总是毋是干那因。伫这地球村，我相信咱嘛伫一个恐怖这个惊吓的中间。巴黎的人为着这个不幸这个过身的人这个来献上这个花甲蜡烛。伫这个边有一个安尼的对话，我想咱有的人知，这个对话对我来讲，我每一遍听就真感动。伊安尼讲，这个记者问这个3岁的囡仔，这个囡仔才3岁，伊是巴黎的人，因爸爸住伫巴黎。这个记者总是问互咱迄个无法度应的话，
伊安尼问囡仔哦，3岁囡仔，你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无？你知影即个广场遮个人咧做啥物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若是记者问你，你要安怎应？即个3岁囡仔因讲：哦，歹人啊，做迄无对毋对的代志啊，阮真烦恼，阮一定爱来搬厝。即个伫边仔的老爸讲，安慰伊讲：毋免惊兄，囡仔，我的囝，咱毋免搬厝，法国就是咱的家。总是即个囡仔也是真烦恼，细细声甲因爸爸讲：爸爸啊，但是遮有歹人呢。爸爸应讲真坚强、真稳定的声甲讲：这个世界拢有歹人，到处拢有歹人。这个囡仔佫讲：爸爸，歹人有枪呢，因随时会杀咱呢。爸爸甲伊讲：你免惊，虽然因有枪，总是咱有花。这个查甫囡仔真犹豫，伊无同意。伊讲：哈，爸爸，花会当做啥物啊？花敢有路用？因有枪呢，花有啥物路用？莫讲啊啦，无这是团队讲的。我相信恁嘛心内安尼想，骗囡仔会使啦。花甲枪，一个老爸继续讲：花当然有用啊，有路用啊！你看这附近的人，大家拢囥花要来对抗枪啊！一个3岁囡仔看讲：哈，用花蜡烛来保护咱吗？老爸讲是，蜡烛就是来纪念遐个为咱牺牲的人。爸仔囝的对话，互咱这个世代虽然伫惊吓黑暗中，总是会感觉心内真温暖，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敢若温暖一时敢有够。或者有人会讲，团队啊，你嘛莫天真啊，你嘛帮忙。花甲枪差偌济，蜡烛会火去，敢有路用？这世代，咱真侪上帝囝儿，伫这个惊吓黑暗的世代，花甲蜡烛有啥物路用啊？团队落去看圣经来看。伫圣经内面，咱来找看卖啊，有花甲蜡烛的无？伫圣经中的意义是啥物啊？哇！团队就找到，伫出埃及记的时阵，上帝拣选伊的囝儿来出黑暗，来甲因呼召，要救因，来甲旷野中，互摩西启示伊要伫会幕。上帝要甲因伫地，互因要伫遐看见上帝，甲上帝来相拄。咱就知会幕的祷告，咱对外院，咱就有这段。甲这个圣所内面的时阵，虽然圣所内面暗暗总是主有一个金灯台，伊来吩咐一个摩西来这个金灯台，要安怎来做呢？咱斗阵来读这段经文，这是写华语，咱用华语来读刚好。好，请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的座和杆和杯、球、花都要接连一块铸成。灯台两旁要旋出6个枝子，这旁3个，那旁3个。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哇！上帝早就知，人总是伫黑暗中，因为人是完全的败坏。伫迄个世代，黑暗惊吓，伫拄则咱读的士师记，嘛是惊吓黑暗。这个歹人
到处拢有。即马嘛是同款，总是上帝伫圣经中间就启示有一个光金灯台，顶头阁有花，顶头阁有花，有杆有座有杯，顶头上顶头迄就是杯。咱来看即个灯，上下骹就是座，座就是稳稳是咱是对上帝出世的，对上帝创造的，上帝咱甲伊连接就是即个杆。杆就连接上帝，阁有即个杯，上顶头是杯，要来放蜡烛。即个蜡烛伫迄个时代讲，拢袂花去。即个杯承受得了各种的火的热度，会当来发光。内面即个有花，花代表是杏花，杏花就是一个冬天到春天的时阵，第一个即个长成的花。这个是黄芒，就是伫绝望中的黄芒。所以金灯台的意思，原来意思就是要发光。金灯台就是要发光。上帝要怎做这世代发光，嘛要互咱这个内心，伫咱每一个人内心生命中间，拢有一个会幕，甲主甲你伫地的所在。迄个所在，敢若你甲上帝。迄个所在，敢若你敢甲上帝讲的话，你毋敢甲别人讲。迄个所在只有你讲会出，甚至讲袂出。但是迄个所在就是互你感觉温暖，因为遐有光啊。上帝早就点迄个光伫遐，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。这世代，互咱诚侪光，就是安尼。一个光金灯台顶头，阁有花，阁有球。迄球是啥物意思？球就是生命的代表。咱来读这个座，好无？座就是迄个下骹上下骹迄个顶灯台的座。座是代表啥物？咱用华语来读，请。象征生命孕育的源头，起于上帝，预表神的本质与本体的存在。金灯台的座，所以上帝诚侪咱的稳定的所在。花咧，就金灯台有足侪花。花早就是上帝所备办予咱，伫咱困难中的时阵，咱就想到上帝有花有生命伫咱中间。咱来读花，请预表生命的呈现。唯有经淬炼过的生命，才能真正散发神的美善之光。伫困难中，蜡烛、花，互咱的生命更较被炼净。互咱会当因为主耶稣的救恩，会当咱诚做光。这嘛是耶稣基督互咱讲，互咱的这个界面，咱要诚做光。耶稣家己诚做光。伫这个金灯台顶头有圆圆迄树，树是啥物？花的树。好，咱来读，树就是要结果子，预表什么？请预表生命的延续与传承。所以。外国人伫个告别式、伫哀悼的时阵，蜡烛、花是伫历史中间，这个恐怖分子毋是干那一遍，伫历史中间，上帝拯救代代拢会发生，代代拢诚侪光，代代拢诚侪花，互咱一代搁一代，一代搁一代，要成就上帝本来要成就这个拯救的恩。然后看到这个图，请问金灯台就参像啥物？伫咱看的图，这个右上角，这个是啥物？咱背老有哦，答对了。去年才来的新的回忆哦，焚而不毁。你有去背了看过哦？焚而不毁，就是摩西甲上帝三拄。面对面的时阵，焚而不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真有限。你讲我是花吗？花足紧就谢，总是伫上帝历史的计划中间。虽然咱互咱食饱哩，好无？总是伫上帝的历史中间，永恒当中，咱只是一分钟，咱只是一点，总是上帝恩待咱。咱是啥物人？上帝竟然拣选咱，互咱伫即世代活的就是基督，互咱伫即世代诚做金灯台，
内面的什么？连结于神的这个做，连结于神的干，互咱真多光，互咱会当有传承，有球会当结果子，会当传承落去，特别是福音的传承。花，互咱炼尽了，咱有一个花的香味。是啦，今仔日咱的经文中间，保罗就是伫这个时阵，咱若看腓立比迄个时代，甲咱即马实在是差不多啦。差不多伫倒位？因为迄个家市中间，拢咧讨论保罗的代志。因为咱若看腓立比，已经是保罗伫要行上人生上尾一段路，伊伫要殉道进前，伫即个腓立比福音的批，即个家长拢咧讲你相信的真正是福音吗？是安那拢无好代志？福音敢毋是就是好消息吗？是安那好消息无？搁安那？搁衰事连连啊！衰的代志一直来，你看嘛，你中心的仆人保罗要互掠去即个罗马政府，即马拄仔咧关监呢？若毋是你的上帝无灵，就是你的上帝无情啦。兄弟姊妹，伫恐怖分子发生遮尔大的代志，我毋知你有互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朋友无信主的人，也是软心倒退的人，问你即句话无？福音若是上帝是信实、是仁爱的，较会发生即种恐怖的代志。是你的上帝无灵吗？也是你的上帝无情吗？保罗今仔日要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接落去，伊嘛要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拢咧讲，恁妇女会这个约阿爹甲徐都基啊，两个遮入世心呐，总是安那吵袂完啊，哭吵，服侍中间争分不断，伊嘛要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到底咱的福音好消息伫倒位？到底咱为着什么活的？到底咱为着什么？礼拜无去佚佗来到遮啦？到底咱为着什么？拜一甲拜五伫公司做代志已经足忝啊，拜六甲礼拜搁较忝啊。咱啥来遮？是因为咱心中有愿望，咱活的就是基督。就亲像啥？就亲像保罗一样啊！伊互关家，伊互掠，伊阁会当写出一个福音的好消息。伫今仔经文，咱若看第12节甲14节，咱就知，伊讲兄弟啊，恁著爱知影，我所拄着遮个代志安那，是要互福音更较兴旺的，要互遐无灵捌的听去福音嘛。奉经关家，阁会当听去福音是安那？第13节伊讲安那，我受着即个捆绑，总是伫营的内面。掠我遐个人，看顾我遐个人，因嘛因为安尼来得着福音，得着基督。而且伫主内兄弟姊妹，因为我受苦，因嘛被激励，加勇敢来做见证。属灵教会有一个人，伊的翁婿本来毋是基督徒，是我的至亲，总是伊足有学识的英文、日文。台语、国语，啥物伊就是为着要爱追求真理。伊的翁婿啥物拢有，干也无平安。所以我若去因兜，差不多30年前，今年去门咧东边啦，明年去门咧西边啦，所以我来算算的，后边来的时候，我应该爱对南边啊，是要对倒一边啊？因为伊无啥物，无平安。总是伊真爱他呐，伊无平安吼，伊足爱去党外迄阵啊，美丽岛事件，只要若有抗争吼，伊就去。伊毋是民进党的人，总是伊足有公义的，伊就是想要找求真理。有一遍看到消息讲，高俊明牧师娘要伫一间教会要来做感恩礼拜，伊毋知啥物叫做感恩礼拜，伊敢若知因太太每一礼拜拢要去教会。伊就讲好，我要来这间教会做礼拜。当伊听见高俊明牧师娘
谈遐见证讲，伊的先生高准备牧师伫家内面写真好的诗分享，伊嘛一个感谢上帝，每一工互伊教业的快乐，伊听见目睭拢大泪起来。你的先生互掠去遮尔无公义的代志，你也讲感谢上帝，恁上帝毋是足无灵的，无就是足无情的啊！总是圣神感动伊，互伊听了迄遍牧师娘的分享了，心情白白。讲，这个信仰敢真是真的？我找求遐尼济东南西北的信仰，我拢找求过啊！搁甲去日本，总是无人会当互我有平安。我无我喇嘛来做礼拜看看，一坐落去安那，一坐落去了，做变成因兜的这个神明拢听了了，一坐落安那，就信主啊，一坐落就安那做祭司，一坐落就安那做长老，拢无休困啊。甲当今仔是树林长老教会的长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伫困苦中的时阵，福音要拿兴旺，即马就是困苦的中。不管是世界、台湾拢同款，或者你讲我的家庭、我的性命，我嘛被困绑啊。总是伫困绑中间，咱要活出福音这个兴旺，因为主应允咱互主来掌管，咱要看见上帝大权能。接落来第15节甲18节。伊就讲着讲，伫传福音、伫传基督中间，有嫉妒、有纷争，也写是有人是出伫好意，有的时阵讲是出伫疼心知，我是要辨明福音所设立的。嘛有人是为着激动无诚实，意思是要加添我伫这个捆绑中间的苦楚。总是保罗讲，无要紧啦，伫18节啊，伊讲安尼。这何妨啊？这有啥物路有要紧啊？假意嘛好，真意嘛好，冤家相拍嘛，唔好相拍，冤家嘛好。不管怎样，咱就是会当来传福音嘛。我就欢喜，并且我要搁较欢喜。这就是咧讲伊妇女团契迄两位啦，唔是讲咱哦，咱妇女团契拢足好势，对无吼？拢无人讲对哈，真正咱的妇女团契是咱教会的活力啦吼，总是伊讲的是迄个世代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中间，咱人拢无共款，总是咱会有冤家的时阵，总无要紧。保罗拢讲他有要紧啊，何妨啊？我是感觉华语吼，我讲得较顺啦吼，这何妨啊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如何。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而且还要欢喜。所以冤家真正无要紧啊，冤家咱有心志，对上帝有信心，咱就会当为着福音来喜乐。传到伫一间教会咧服侍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拄着因冤家冤足大，是安那为着爱餐，咱的爱餐我来到遮，我足感恩的，因为咱的爱餐拢毋免迄个单啊，对无？迄个餐券对无？餐券有的教会爱买30块啊，吼！啊，我拄爱去迄间教会，拄啊好咧推行讲，食一顿饭爱餐爱买迄单啊，一个单啊30块啦，吼！啊，咱教会后边来安尼做好无？哈哈哈，是好啊，好啊，毋好啊！哦，迄间教会吼，300-400人吼。一讲要安尼一个，以前拢免费拢爱餐嘛吼，啊，逐个就感觉讲，啊，人迄领啥物糖的吼，人拢爱付钱呢，吼，人迄信啥物教会吼，拢爱付钱呢，啊，咱吼使用者付费应该是安尼才对嘛，对无？无人答应哈，无怪咱教会拢问题。好，决定啊，开始做，迄拢单拢印好哦，买一本300块10张吼，买10送1哦，稳定的吼。开始做啊，拢印好伫遐尔，做礼拜煞尔。80几岁阿嬷，吼，开始伫门口大鬼来哭啊、啼哭啊，大声来求上帝啦。啊，其实伊内面是咧骂人啊，吼，
讲上帝啊，你稳定遮尔大啦，食一顿饭还阁10块扣啦吼，阁扣30块啦吼。我古早囡仔时代，为着要食巴肚，去摕面粉，面粉糕恁知嘛吼？面粉糕就是啥物糕？基督教啦吼。嘿，拢是有食着面粉的才会笑啦吼。他有要紧。啊！我去食面粉，才食到我信教。啊！我怎祝福足济？我伫树林夜市啊，几啊间厝，主啊，这拢你稳定呢。啊！我即马吼，要互会友看到会友安尼，一人爱30块，10块10块，啊！若无搁欠10块，啊无10块少咧安尼。主啊，怜悯阮呐！兄弟姊妹，这个姊妹吼，老姊妹走去甲小慧讲，这袂通，拢甲收起来，我来出钱。请问小慧要安怎做？已经决定啊，嘛印好啊哦，10年通好用的餐券哦，要用10年啊哈！再用无3礼拜就拄到这个代志，请问要安怎？这个老姊妹讲，刚好我搁活地的时阵，我嘛写一句，一个保证啦，每个月每礼拜我拢来奉献，食免费的，因为我。领受面粉到我走这个拯救的福音临到我，啥物拢无要紧，钱会当解决，拢好解决，敢好？啊，像长老敢讲安那，伊直要跪落去哦。感谢上帝，咱教会中间一定有这种冲突。我感觉收餐券嘛好，无收嘛好，总是咱伫主的内面，咱会当合一。啊，那是适合咱教会。咱教会有稳定，足侪人来服侍，所以咱嘛爱来服侍，敢好？咱才会使一代搁一代嘛，即个稳定才会使代代一直传落去。啊无，拢干那遐个人咧煮，介辛苦。特别是我看到咱一个老姊妹哦，每礼拜呢，恁知影伊啥嘛吼？啊，我袂当讲，你会使讲，就是啊，就是，敢好？咱来分摊。咱来做，咱来互即个稳定一直刷落去，敢好？感谢主，吼！咱伫冲突中，咱会当三体系、三彼此来三帮战啊！所以咱伫即中间，咱也要看见，伫每一遍的决定，逐工咱拢要做决定，咱要活出福音的即个愿望。上尾即段就是保罗伊的信仰的告别。伊讲伊的性命就是要为主来活，死嘛好，活嘛好，总是安那。伊就是要来传福音，伊就是要安那，我的就是基督。我毋知影兄弟姊妹，你的生命中，伫个抉择中，你拢用啥物来抉择？或者是你基督上帝嘛好，看圣经嘛好，总是咱就是我的就是基督。咱用上帝话语，用基督的心，最心，成做咱生命中的即个帮助。我的妈妈即马老人痴呆足严重，啊，总是伊还阁真喜乐，但是伊敢若拢袂记哩，敢若会记哩一项，讲啊呐，阮哥哥甲伊讲，毋好学袂出去哈，出去啊呐会胖钱哦，所以伊也要出去拢担担，啊，伊拢要安怎讲啊，足欠的，所以伊拢紧甲按面膜，所以规礼拜前我转去看医生，我讲啊，那是安电话按面膜，你是啊，啊，伊拢甲关甲按面膜。伊讲无要紧，有看，只要一点点仔光就好啊。啥物光？电视有迄个一拍光有无？吼，电视关嘛，还佫红红迄有无吼？吼，我实看袂落去，我紧摕我的手机出来吼，因为手机也拍开就有光对无吼？哇，伫黑暗中一点点仔光，咱就有光线，就会当行路。伫即世代咱嘛共款，咱需要上帝光，上帝早就互咱即个光，因为耶稣讲伊就是光。虽然咱拄着恶淡淡的代志，总是咱有盼望。上帝光，上帝来帮助咱。我就甲阮妈妈带出去，讲无要紧啦。伊讲会胖见咧，讲无要紧啦。咱有几个，伊讲卖啦，卖差恁哥哥啦。恁哥哥足无用的啊！我若胖去，佫要找我，我讲没，你放心。啊，就带啊带，左边右边啊，头直走过马路吼，啊，过到一个所在，讲爷妹，啊，咱要去倒啊？伊连阮要去倒，伊都毋知啦。啊，可见伊啊呐，根本都毋知，袂记你讲
阮要去倒？其实阮是要去教会。阮哥个囡仔结婚已经教会，伊连出去左边右边吼，拢袂记你讲当我是要去倒，所以佫较免讲教会伫倒。我讲咱要去教会，教会伫倒。我互伊带到，我阵啊迷路，你知无？我从他讲，唔免惊，妈妈 ，Google， 我要去教会，请你帮助我。伊就甲你讲哪？左边右边，我现在正在寻找，对吧？Google， 我妈妈就讲，哎呦，恁哥哥打电话来左边右边一路可以走，真正假？可不可以相信啊？可不可以相信？我就讲。请我现在要去迦南教会，好，现在我正要咨询，我带你走。我妈妈讲，哎呦，恁哥哥今仔日哪会好带咱？我讲不是哥哥，是 Google 哈。伊直甲我讲哥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心中你的生命中有 Google 无？这个无效，这个甲断掉，轻轻啊，咱是爱上帝这个 Google， 好不好？上帝要引带咱头前的路，虽然困苦中，上帝予咱一盏灯。这个金灯台顶头有光，咱家己嘛真做光。这个金灯台顶头有树，予咱代代相传。嘛有花，这杏花是伫冬天过后，巴勒斯坦遐头一个会开花的杏花。咱生命中有花，咱会当抵抗遐个歹人。咱的生命中有光，咱就看见头前。咱只要甲上帝讲主啊，我要去哪里，请你带领我。上帝就甲咱 Google， 甲咱伫地，永远袂离开咱。互咱一生中间活伫上帝内面，互咱诚侪咱的生命意义，就是甲保罗同款。伊伫即个所在已经是人生上尾，应该真悲惨，总是伊伫腓立比书是喜乐的批呢。讲几遍喜乐，佫欢喜，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甲伊是福音的同伴，福音的同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福音会互咱有当时感觉困难，互咱感觉真不舒服。兄弟姊妹，同工中间卖冤家、卖冲突，总是头要紧啊。保罗就讲头要紧，伊无要紧，所以咱嘛无要紧的，真的。敢好咱到上帝面前，讲我的心志就是我的，就是求基督，我是要为着基督来活。咱要来看咱的青年这个短宣的时阵，有一个影片，请问咱敢会当放啊？这个影片就是咱呼召青年要去经过6个月的训练，请咱先来看。
这就是咱教会青年伫即个暑假经过几个月训练，本来敢若要呼调20位，结果来30几个人，咱的有算敢若20个，总是经过一寡考验，特别读经爱祈祷，特别爱写灵修手札，佮每一遍袂当缺席，干爱补，你若缺席你爱补，训练有几遍你拢爱教，上尾。虽然经费无够，总是咱的小会就支持。阮也竞选25位，其他无法度的，阮就无法度。满意你再过来，因为咱的短宣是要去是要去做征战的，毋是要去佚佗的。感谢上帝，互咱这青年，互咱的教会，伫这个金灯台内面，球花已经结成那个果实，有了下一代，有了传承。这边阮去遐经验太济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头一天去遐就被打败，各种的原因，阮训练、阮准备去遐拢无路用，短宣嘛无法度宣，要安那？你会看见阮足济咧祈祷，头一天行走祷告，看到迄厝真假毋是厝，总是每一个有几啊队拢为着迄个厝来祈祷，敢若废墟的。第二天阮去路的行的时阵，阮分做2组。一组是社区服务，对遐过，迄毋是废墟呢，迄内面拢住人呢，住囡仔呢，迄囡仔是安那呢？歹穿呢。阮拄着迄囡仔咧路的桥，因为路的普通是无人啊，阮只有好去路的安那宣教去拄着人，歹穿伫倒位？伫迄个香蕉园内面，啥物穿？假穿，总是因安那开口就有诶。我是总司令，你就知。几岁尔？你拄好看，毋是教会囡仔，拢社区的囡仔。因有一个组织，因已经咧打啥物恐怖分子的迄落战争啊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遮个若互伊大汉啊呐，惊人啦！遮细汉就知影恐怖，就知影组织。来到教会，本来拢外操运，来到教会了后，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就是一代搁一代甲福音传出去。虽然拄着困难，虽然东港中央冤家团都毋捌对遮囡仔青年发脾气，敢若去断宣的时阵，毋是转倒转伊，一定爱做到，就是爱做到。袂使做就是袂使做。遮囡仔，你讲低头族拢手机吗？我你讲因8天被规定袂使摕，就是袂使摕。准时就是准时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下一代，咱的青年已经要刷落去啊！愿咱的性命，敢若保罗讲，咱基督徒活得真好，活着真好。死了呢？没有人接下去啊！死了更好，死了更棒。要怎么更棒？有接班人啊，才会棒。我们的下一代传承有没有接棒？我们的心中有没有把福音让他们来接棒，让他们来传承下去？我们死了才会更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主，我感谢你听阮。伫阮还未出舞台的时阵，主你就定义要听阮到底。主，阮要恳求你，予阮1分钟的时间，阮要安静伫你的面前。阮今仔听了保罗的信用告别，伊为着福音被捆绑，佮拄着东港冤家，佮互人挑战，你信的上帝是无灵还是无人主？总是你的保灵保罗做安尼见证，活的就是基督。主恳求你，予阮1分钟的时间，阮要来对主你来讲话，啊，恳求主你对阮来讲话。阮是甚物人？主你竟然听阮，主你竟然经调阮，予阮甲你来同工，有份伫福音的时间。
主，阮感谢你，伫这1分钟中间，你诚诚对阮讲话。不管阮即马几岁，不管阮还阁有偌济年日，主对打以后，阮的信仰告别。主，阮要为你来活，阮活的就是基督。阮感谢你，予阮教业的稳定甲开力。主，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阮要安尼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，予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